目前各地头的粪扫车多数拢是照路线咧驶，哪驶哪受粪扫。通常拢会出现民众约粪扫车，也是清洁队员徛伫咧后道真危险的情形。施工环境部是希望会当推动定时定点收粪扫，延长停车的时间。目前全台北市拢已经安尼做，环境部是按算扩大推动。 台北市民等粪扫免阁哭撞，因为粪扫车会伫固定时间到特定所在停5到10分钟。台北市环保局自民国86年开始就推动固定时间、固定地点收粪扫的政策，全市有188条路线，4039笪地点。环保局指出，台北市较推塞是因为徛价较集中，民众也惯势行一大路等粪扫，较侪粪扫车也较好调度。你要有足够的就是人力跟车辆。如果你垃圾满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还会派另外一辆车接。台北市环保局表示，要推动固定时间、固定地点，民众的接受度就真关键。早年捌沟通过几啊届，好处包括民众免约粪扫车，清洁队员也免一直徛咧后道，较袂跋落，也会当减少民众甲队员的冲突。另外，也对资源回收有帮助。 我现在是人都在那边，然后停住，分几个袋子，让民众主动，至少有一些初步的细分类跟粗分类。根据统计，全国有4021条收粪扫的路线，固定时间、固定地点的比例，敢若2810条。环境部表示，会优先伫都会区推动，不过大家乡镇条件无同，较歹全面推塞。地形环境条件不同，有的街道比较狭窄，只有4米或6米，那个垃圾车如果设了一个停车点的话，就把交通阻塞了。环境部表示，自110年开始补助地方政府试办，6都内底敢若桃园市也未超过50条路线。不过固定时间、固定地点，可能造成部分民众就要行较远等粪扫，那粪扫较重，较高引起怨言。必须要民众甲里长拢愿意配合，较好推塞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